兄弟姊妹，大家下晡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看到这个题目，会惊一个无？欢喜变老吼。这个问题，相信毋是咱今仔日而遮的老兄弟姊妹，对少年来讲，拢会变老，对毋对？这是每一个人拢会变老的代志，但是你会欢喜袂？有当时你一定捌听过人讲吼，见讲就讲过去。现讲现袂记，倒落困袂去，坐咧就困去。安尼敢若淡薄仔，敢若压杂讲安尼敢若老啊，敢若无路样。毋过人就甲你祝福讲，互你食甲饱哩话，互你食甲老有欢喜无？会阁足欢喜吼，阮变老嘛足欢喜。所以今仔日读个经文嘛真趣味。其实这段经文坦白讲是牧师迄一阵去一个教会啦，一个传道人讲，哎呀，牧师啊，足久无听你来讲，我听讲你退休安尼，我都惊一下，我当时是安怎外口咧传说讲我退休啦，无咧，我无退休咧，讲到退休就想，是毋是变老的问题嘛，对无？我就咧想讲，哎呀，主啊，这变老的问题，我较早嘛毋捌想过咧，即马爱想者讲，主你对这个变老，你有啥物想法无？总是咱会当甲主来互相讲，主这个时阵咧我。要怎来面对这个咱慢慢变老的问题？我相信变老毋是干那咱，是一出事了后，像我今仔透早来拄着毋是透早，拄下下晡，拄着杰森的囡仔哇，拄啊出事即古锥的总是伊是一日一日长大，嘛慢慢一日一日会来变老嘛，对毋对？所以讲，我相信这毋是讲干那讲今仔少年人的问题，咱即马成为基督徒，咱嘛是爱来面对。上帝互咱变老的祝福到底是啥物？咱会当来理解无？所以这个题目毋是干那对咱的兄弟姊妹、老兄弟姊妹来讲咧，我相信对少年人，伊嘛是会当来思想。干那讲要安怎甲遮的老兄弟姊妹，也是咱厝的时代人，当因你慢慢变老的时阵，伊安怎爱来看待咱厝的这个年岁大的人，也是讲咱家己。咱家己慢慢变老，咱来知影上帝互咱的祝福，上帝甲咱的引带你的即时阵的时阵，咱的人生安怎活得更较水，更较有意义。我相信这是今仔日牧师照着一个传道人，忽然间甲我讲，我听讲你退休我带一个，因为我都无想讲我会退休这个问题讲的时候，忽然想嘛好来想看卖所以感谢主有这个机会甲大家来做阵分享。上帝话甲咱讲欢喜变老咱做阵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总是主你的祝福满满。自从你竞选阮了后，主啊，你的心意就是祝福满满，要互阮每一日一直甲永永远远。主啊，人生短暂，总是即时阵主，阮也渐渐有一点离会的时阵，主，互阮会当明白，伫即个时阵，阮会当活出生命的意义，会当更加来见证你，会当更加伫即个世间的当中，主啊，活出迄个阳光来。主，阮感谢你，求主你保守阮下面所讲的，互圣神自由的运行伫阮的当中，互每一个人的心会当拍开讲，主啊。感谢你，你的祝福真正满满伫阮的当中，无论阮的年岁小、中、老拢袂要紧，因为主你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每一个人来甲你面头前的人。愿主你祝福，互阮下面每一个人听到你的话，会当对心内底充满主啊，迄是遐尼好的甘甜，知影阮每一日的日子有主的同在，这是一生同好的祝福。主，阮感谢你，甲下面的时间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的经文敢若一节一节其实真简单啦其实就是讲咱会变老，毋知你会当去接受讲，咱渐渐变老咱即摆来面对咱年岁时阵每一个时阵，怎么样来面对？经文今仔其实讲，伊讲强壮的少年人伊国语叫做还荣耀啦。拄则咱讲的读的是阳光啦毋过我读的是安尼我是讲少年人的溃烂是少年人的光彩啦若白头鬃的咧，是咱有年岁人的阳光啦其实我咧感想的时阵讲，阳光比光彩较好啦当然是少年有少年的好咱有白头鬃的人即个上帝甲咱讲，咱有咱的阳光
嘛有咱阳光的水。所以少年人，你老大人的面头前，爱抱着一个尊敬的态度，因为咱拢会变老。为什么要尊敬伊？这是上帝甲咱教示。我知影即马有真侪少年人，哇，讲起来讲啊，恁遮拢老啊，拢退伍啊，都意思讲啊，你落寞啊，你对袂着安怎吼？有当遮少年囡仔，伊较有气力是事实。我相信咱即马有真侪3C 的产品，咱拢有需要。少年囡仔甲咱斗相共讲装一个。有少囡仔讲你随讲，你随袂记。我咧讲几落届啊，讲10几届啊，都袂记。无耐性。所以慢慢遮咧考劝，咱的少年人如何来尊重，按照主甲咱讲的，咱伫即个有年岁人的面头前，咱爱甲尊敬，这是上帝的心意啦吼。咱既然是基督徒，当然咱嘛爱鼓励这少年人爱行上帝路，安怎来尊敬咱的这个士大人也好，也是年岁较济咱的老兄弟姊妹也好，这就是上帝甲咱教示的，咱爱来行。当然，咱毋是讲伊尔，咱嘛讲咱家己讲，我若年岁愈来愈济时阵，上帝讲我的白头鬃是我的阳光，咱嘛来问讲主啊，你是安怎来看我？为什么你讲我的白头鬃是我这个年岁时阵的阳光呢？为什么呢？咱思想大家来分享，白头鬃是年老的观念，是甲上帝大宽容要指点，由咱的后世代来看，就后世代来看，意思讲，咱会当活到这时阵，拢是上帝的福气，毋是咱是干那领受福气尔，咱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讲，上帝讲咱是冠冕，这个冠冕是啥？第一点是讲，咱要甲上帝的宽容来显明，来表示指引，来引出咱的后世，互这个福气一代传对一代落去。所以第一点，你爱会当理解就是讲，因为咱有年岁人，其实人生的经验，人生这真济所面对的代志。人讲家有一宝，厝诶有一个老的，敢若一个宝共款。家有一老，好比一宝嘛，大家拢捌听过嘛，只是听敢若听，有听时阵囡仔较细汉，也是较少，常常都无咧关注讲，伊就拢录讲，其实伊无当了解，这是足可笑的代志。意思讲，咱年岁侪上帝讲，咱有咱生活的经验。咱有咱人生的这个路途咧跑走的时阵，上帝较早互咱的，可能每一个人无一定圆满，无一定，但是你总是有甜、有苦、有好、有歹，这个经验伫咱的身躯顶环嘛，对不对？所以咱若会当了解上帝互咱的经验的这个物件，真做咱的智慧，这就真做一个宝贝呢。叫做一个宝贝，会当分享，互咱的世世的人会当来了解，有一个故事啦，这个故事传说是你迄个印尼迄边啦较早我捌听过你日本的这个传说，就是讲较早较无法通食的年代年岁若大你知影甲年岁大的人带去倒无？带去山内底。因为你伫遮，你都无气力，你伫遮会浪费粮草嘛。若送去山互你自生自灭，较袂浪费粮草，因为无啥通食嘛，所以就甲送去山顶，互伊迄落，这是日本的一个故事。印尼的故事搁较悲惨，安怎悲惨？伊就讲年岁到一个时阵因为影响着大家大细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问题甲这年岁到一个程度上就意思就甲抬死就对啦。所以讲，你一个村庄一个庄的内底因为咱拢这个情形，年老的人无渐渐就结果就无嘛。大部分拢是少年也是囡仔嘛。有一日有真正趣味因这个庄的人特别个信神有一日有一个少年内底算讲内底这个leader啦特别甲咱讲村干长啥物迄个庄的迄个庄头迄个头，去望着一个梦啊，迄个梦因的心灵甲讲你爱起厝，起一个大间，敢若咱圣殿，也是迄个咱台湾人咧讲庙共款嘛你爱起一个庙，我要来祝福互你。哇，迄个庄头，迄个头人哇，就醒起来，讲这个心灵甲我指示
我爱起一张庙，因为伊要束缚互咱的即个庄的。哇，所以就召集真侪少年人去山内底撮茶，撮倒来吼，大家撮哇，足真力撮到搬倒来，搬倒来了，迄个头人，哎呦，撮倒来想煞袂记做记号啦。做啥物记号？倒一个是悬的，倒一个加煞袂去做啊，慢慢撮倒来，大家就搬倒来。啊，大家才咧烦恼讲，迄个神明有咧讲啦，讲吼，咱即个拆起来即个厝吼，若条啊无掠好势吼，迄起起来吼会乱七八糟啦吼，啊，所以讲就无即个福气就对。哇，迄个庄头人，我这烦恼啊，啊惨啊！当初啊袂记得讲去撮茶的时阵吼，啊甲做记号啊，什么啊，就搬倒来，大家都感觉讲即个神要祝福我，啊足欢喜的吼，啊就搬倒来，啊才发觉讲啊要安怎？啊即声若拢毋对，本来是有福气的。啊！即声煞无法度，可能会得失神咯。哇！即个头人就烦恼啊咧。啊，就讲啊，要安怎？啊，装个少年人，我嘛毋捌啦，这错动来，咱会知这悬家正面啊，是啥物无啥了解嘛。一个少年人走出来，讲哦，村长，我有一个办法咯，会当解决即个问题。伊讲哦，啊你有办法？我你足好，啊你会当甲我讲即个办法是啥物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讲什么条件？后边咱庄的老大人你袂使甲吼，较早的风俗这无好，这毋好安尼。伊讲啊，毋较早就安尼咧。毋讲哦，啊，毋过你即摆你无法度讲，你若得失神你麻烦的吼。啊，你愿意答应我有办法帮助你。所以迄个村长甲讲好啦，你既然安尼无你讲是什么办法啦，阮答应你后边无要做即个代志。伊做咧甲因阿公吼。对伊藏的所在甲摸出来，大家看者讲，哎呦，啊你甲你阿公藏起来哦。伊讲嘿啊，因为我感觉这个无好势啊，所以我就爱阮阿公，我就甲藏起来。我话恁知无？阮阿公就我咧刣死啊，对无？吼。伊讲哦，阮阿公吼，伊认捌即个正面还是下面还是伊捌就对啦。你甲问，伊就甲你讲啊啦。所以即个甲咱讲的问题讲。咱的这个年岁大的人，伊有人生真大的经验，确实会当来引带真侪人，甲讲做老师也好啦吼，做引带也好，帮助真侪少年人，莫去行着迄条所谓错误的路线，吼。咱像咱即马，如果你若有注意最近现在即个学校啊，真侪少年人吼。啊，拢去同意讲，啊，迄个学校咧带一寡叫做所谓的性别，你知无吼？会认定你学安尼咧宣传嘛？你知我意思无？啊，少年囡仔毋知讲，啊，这自由世界都是安尼。但是以咱的想法，咱知这是袂使对吧？这是袂得做呀。但是真侪人不爱听啊，啊，要安怎？这尾来代志会发生什么款？坦白讲，咱来为这祈祷。啊，总是咱理解，咱要安怎来说明，互咱的事实了解，讲这个代志，若安尼做落去，是真无好的代志。所以你若有想到当初所罗门啊，所罗门迄当阵啊，伊的后生叫做罗波安，吼，迄个所罗门王的后生叫做罗波安，迄人拄接所罗门的时阵啊，当初伊咧带领百姓，因为当初因为所罗门年老的时阵，咱讲叫做晚节无保就对啦。所以伊有真侪代志得失着上帝了，所以伊的国本来足好的一个国，则分做南北两个国，对不对？啊，所以迄个后生起来接的时阵，有周围的人来甲讲，哎呀，即马吼，因为当初你去即个圣殿也好，啥物开足侪钱啦吼，啊，逐个拢啊，即马会当讲吼，税较少的无，吼啊，逐个会当讲百姓较轻松一寡无。哦，啊，这个罗伯安就讲，好，啊，我就想看卖。结果伊问一寡较早较有，咱讲叫做老神啦。甲问讲，老神讲，这吼咱来好啊，甲这少年来讲吼，安尼则袂乱。但是有一笔少年讲，你老拢听伊的，啊，这后边你就黑白甲你乱啦吼。敢若讲咱即马讲，有炒的就有糖吃啦吼，你若炒了糖啊糖食，你若安尼好落去，这些都不是啊。所以咱爱对伊更较歹。所以结果这个。罗伯安就接受着少年人的意思，结果这个国家落去，咱会当看圣经，哇，迄问题就足大。所以咱话，咱转下过来讲，每一个人生拢有一个过程啦。主要所在活30几岁了，
但是咱若是基督徒，咱来了解咱人生的意义是啥？那不是讲咱人生行了就完了，不是完了啦，是咱完成上帝伫咱身躯的呼召，不是少年的问题尔。咱有年岁，咱有这个祝福，年岁愈来愈多，咱应该搁来思想讲，上帝啊，你给我人生的这个经验的智慧，我应该会当完成你所祝福我的年岁当中，成做一个祝福，完成你交代我的任务嘛。所以你看，你圣经当中嘛，真侪人，你就讲迄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甲呼召出来，伊嘛是一路跟对上帝，到90岁，哇，才有囡仔等等。所以咱每一个人，既然是上帝拣带咱，上帝若互咱咧世上的年岁，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有迄个使命才对。只是讲，你有明白讲，伫我这个年岁当中，我的使命是啥物来恢复上帝。所以，伊直到讲，我这个人生若行了时，我会当像主耶稣讲，感谢主，我毋是去了，我是完成上帝伫我身躯里面的呼召嘛，对无？所以你看保罗嘛是共款啦，保罗迄当阵要上迄个断头台啊，伊安怎讲？讲我交电了，我要离开世界的时间要到，我应该前的迄个前我当打的仗，我该修正的我已经正过该跑的路，我该跑的我都跑了该修的刀我修了，所以我相信上帝迄个公义的冠冕为我来预办才对。我相信咱今仔日遮，咱嘛有这个愿望，所以求主予咱智慧，予咱智慧，伫咱这个年岁当中，咱会当正做别人的这个敢若良师益友。敢若老师也好，还是好朋友也好，总是甲咱人生经验上帝这个有咱好的，也有歹的，咱拢有分享，是互大家下当拢来行入好的。咱伫圣经嘛看这个摩西摩西因丈人，摩西迄当你审判带遐济以色列人，你旷野当中伊定定你审判真济兄弟姊妹来到面头前，足忝的。伊的丈人甲讲你爱下当甲分别。有千夫长、百夫长，有千夫长、百夫长，安尼来分一站一站你才袂一个人规个拖落去讲你气力也是啥物真紧就无去。所以咱会当了解讲，咱人生若真正有淡薄仔年岁，咱会当来思想说，感谢主，互我即个年岁，互我有即个生活当中的经验，我会当成做真济人。无毋对，我可能无一定做得好，但是我的经验会当分享讲，互人毋好去行对歹去，互人会当引带去行对好的路上顶悬。其实这是真大的祝福。所以我拄则你讲，咱厝内若有一个士大人，其实这是真福气的代志。当然有真侪问题爱面对，总是伊去生活的经验，伊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咱若愿意。好谦卑甲伊来分享，甲伊来了解。我相信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内底嘛是共款。如果咱也愿意伫咱这个年岁当中，咱愿意伫主的内底较早，无管是好啊歹，主甲咱讲，咱袂记过去。为什么？过去有真成功的感谢主，可能失败，但是上帝来讲，咱毋好去一直逐项代志对后壁去看，咱爱向前看。为啥爱向前看？因为咱行的路，咱毋是有智慧尔咧。因为你继续的路，毋是干那厉害尔咧，你继续的路是我愈来愈接近，要去建筑的永外世界内底呢。一个人若一直往后看，圣经里讲，头扶着犁，手扶着犁，往后看的，手若摕犁对后壁你犁田的咧，犁袂好势，我就进天国咧。所以这个时阵，咱来想。讲主啊，你互我这个年岁是甲我祝福，我愿意甲你互我的祝福，来互下世人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来说明主你的恩典、你的疼、你的所有的好。因为我了解，我的生命毋是干那伫遮尔，因为我向前看想，将来我要有一日要伫你里遐。所以咱今仔日咱来思想，咱的日子是安怎哩算？咱主要讲，你有智慧来计算你的日子无？
咱有机会来是讲啊，我即摆日子，咱是向前看，啊是一竿竿去向后壁看，讲啊，我著过去少年就有开啦，逐项拢足好，啊，即摆就拢无效啊。若是安尼，真可惜。上帝要甲咱讲，咱袂记个背后，爱向着头前的目标来跑走，因为上帝伫遐甲咱呼召，甲咱引带，是要互咱真侪福气，要得到上帝要互咱的。所以咱的日子是安怎看？你的力量就是安怎？如果你若即摆看你讲啊，我著无效啊，我著当袂当做，我当拢袂晓。即个时阵你自然你真侪物件，你著总讲我著无效，因为你家己甲家己讲。但是你若换一个方面讲咧，讲主啊，我感谢你，我即个年岁哦，我佫会当做这，佫会当做迄，啊，我日子佫未来日子，我虽然毋知影，但是我知我有永生的活命。我离开这世间的时候，我若记着你的心，你会当称赞我是一个忠心，一个奴仆。那安尼是毋是真有愿望？咱今仔日爱有愿望。毋是讲咱老了，咱就无愿望；咱老了后就无法度。安尼其实足可惜，上帝予咱的祝福。咱有即个年岁，无论你有啥物年岁，你若会当去做这，会当你讲无说啊，我真正还无开力，毋是要叫你做开力的代志哦。你会当做，譬如讲，我会当为着即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无？啊，你讲我真祈祷，我嘛无法度开喙讲遮大声，不要紧啊，咱心肝内会当甲祝福啊。甲祈祷啊！我相信你也买甲亲情朋友，你嘛会敲电话，也是讲必须的联络嘛。咱会当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嘛。咱会当互相来勉励讲，虽然咱即摆较无开力，毋过咱照着上帝互咱的，咱会当来共祝福。因为我看的毋是过去，我看的是未来。因为我活伫上帝的话内底，我活伫上帝的祝福内底，我对未来佫充满愿望咧，充满愿望。毋是夕阳无限好就近黄昏的，圣经毋是甲咱讲，世间是安尼讲啦，讲啊，恁就是老啊啦，所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足可惜。圣经毋是安尼讲，圣经讲咱虽然外表会愈来感觉年岁愈侪，会身体敢若较虚，这是正常。毋过你的心一天比一天更较兴旺咧。啊，伊讲上帝要带咱行行到日头敢若你正中头共款咧。伊无讲日头爱落山，伊无哦。伊讲爱带到日头正中，所以咱因为有永活的生命，咱安尼看讲主啊，咱即个世上的任务，你即马既然你无要带我转去厝，天家嘛天顶的厝，啊我即马伫即个所在，我即个愿望就是讲，主你予我的日子，我好好来把守，我好好来把握，我好好来思想，我好好靠主的恩典我会当做啥我就来做。安尼时阵，咱有即个愿望，咱就有活力。你若无愿望的人，哪有活力啦？一个人若无愿望，自然就无活力。你讲安尼是毋是？咱带囡仔嘛是共款，咱囡仔甲引带，伊即马所学的嘛是为着将来愿望，较毋是安尼咧。毋过如果咱若无即个愿望连咱身躯，其实囡仔就是讲啊老的就是安尼。你所留下的，你老的是啥物？囡仔讲啊老就无效，后壁我嘛是安尼。但是咱若老的就是毋是哦，我阿公阿嬷也好，我爸爸阿妈妈也好，当年岁足大声，我看伊原来伫厝内底足拍拼的哦。迄个拍拼毋是讲我像少年人足开啦，毋是，伊足虔诚的，伊安尼守伫主的道内底，伊会当伫伊所做的当中佫真做真侪人的祝福。恁安尼想看觅，安尼感觉咱是毋是？咱的人生的意义加足好诶。是毋加足好诶，所以咱的思想若无共，咱的计算方式若无共，自然你活出就无共。所以求主帮助咱，咱的日子安怎？咱想看觅，咱的日子是毋是继续伫主内底？当然咱一定少年也好啦，即马好一定拄着有悬也有低，也有好也有歹，总是若上帝允准，相信上帝讲每一样代志拢有上帝美意啦。上帝，我感谢你。虽然无一定我所面对的即个生活也是啥物，但是我感恩，因为我感谢，因为你予我即个年岁，予我即个时阵，我总是想着讲，主啊，你的恩典教我也会用。安尼的时阵，你来计算即个日子的时，咱的人会无共，咱的力量会无共，咱活出来，互人看到讲，哇，这足有气力的。
因为你的荣光嘛，你的阳光伫你的面内底，你就显明啊嘛。所以求主帮助咱咱变老的时阵，唔好甲家己失志，咱来对家己来加油，讲感谢主啊！哎呀，上帝，我这个年岁愈来济我的智慧会愈来愈好，我因为接近的永远所以我是对这个方向来跑走。我唔好一直看过去，好像讲人生就无啊，你才就完蛋啦。无，咱是要来完成上帝呼召咱，无论是少年的，无论是年老的，总是上帝伫咱的人生每一段当中，伊有伊的旨意要完成的时阵，我有对着这个队伍，我有伫伊的这个咱讲行列来说，我有伫伊的这个引带这个当中。那无你毋是头前无使安尼拍拼，结果到尾叫做晚节不保。你若看圣经，真侪以色列的王，南国北国你就莫讲，北国拢歹，迄歹传往一直传到外歹。北国也好的，南国也好的也歹，毋过真侪王真可惜。所罗门王，伊头先嘛足好个尾咧。互环境应用对吧？真好呀，嘛真有钱。伊要创啥拢会当创啥，结果慢慢那个世情带出去，就咱讲晚节不保。难道只有他吗？感觉只干那伊啊？伊尾伊的子孙或做迄个约阿斯也是你去看迄个历代志下，这一寡王你看，哇，头前足好，上帝讲，伊头前都足好，尾忽然间就叫世情，也是伊面对的这个的想法，怎啊带出去？到尾无等伊失去这个祝福了伊的后世，换哪去感染这个歹。所以咱爱知影上帝今仔日予咱的生命，无论你偌济岁，尤其咱年岁愈济，咱更加爱保守，因为咱活这个上帝要见的面愈活的时阵，咱爱愈有这个气力，咱爱愈有这个愿望，讲主啊，世间总是短暂的，世间一定是无爽快嘛。所以为什么人讲离开叫做习了地上的劳苦，对吧？总是上帝无咱走，咱相信这嘛是上帝的祝福。咱会当伫这个福气的当中，咱来计算咱的日子，未来无论安怎，我总是对着这个目标来跑走，对着上帝予我的呼召，我要来努力来追求。我相信对咱来讲，这是一款另外的祝福。咱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无共，所以求主真正帮助咱。讲第一点，咱因为较济，咱爱相信上帝予咱的经验，成做咱的智慧，会当帮助真侪人。第二项，咱是有永生的生命，咱基督徒有永生的生命，咱毋是干那看世上尔。如果你若看世上，你就苦了。但是咱若是看永生的物件，咱是完成一项上帝的呼召，予咱伫世上若完成的时阵，咱要进入的迄个是更加好的所在。所以咱会晓来有智慧来计算讲，虽然对人生来讲，咱年岁愈济，可能世上的时间较短，不过对永生来讲，咱是有永活的。你安怎计算这个方面？咱是有未来的。如果一个囡仔，若较想拢想到一世安怎拄安怎，若要这种教育安尼，若无这个愿望，无这个将来性，你想伊会拍拼了？所以真侪囡仔讲有的妈妈甲讲，你著莫耍电动玩具。伊讲我耍电动玩具足好耍的。你讲安尼你袂得做，你安尼耍电动玩具，你的应用你著将来。伊讲将来我无你管嘛，活在当下。有无？即摆人是讲我咧当下就好啊。咱是毋是真侪人原来接受即句话？活在当下。囡仔若安尼讲，奇怪，因来讲怪怪的。但是咱做是大人的，咱是毋是生活就讲我活在当下？咱无用啦。世间的人安怎，咱袂当讲，迄是伊的自由啊。但是你做的内底，咱会当互相勉励啊，因为主甲咱讲，咱是有愿望的人啊，咱是有永活的人啊，咱毋好安尼就停咧。咱世间若完成是要进入迄个永活上帝的祝福的永远的内底呢。你毋好互上帝告是讲，你什么人？最近我讲一个笑话啦，这大家拢知，韩国最后流行迄个有迄个。微整美容有大家拢去美容拢爱少年有你若讲若买着少年衫，大家钱一直开对不对？大家拢要等于少年嘛所以讲一个笑话就讲有一日一个姊妹讲姊妹安尼不太平等，讲弟兄也好姊妹甲弟兄，反正伊就是讲姊妹啦去做这个手术的美容，去到天顶天师问讲你某某人？伊讲我是什么人？伊讲奇怪，你甲当初哪无啥共？讲我是整容的。
弟兄姐妹，咱若是要靠咱细上这变少年，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咱来追求，毋是迄个少年，咱来追求是咱永活上帝予咱的生命的日子啊！咱若看袂到这，就是较囡仔讲的，讲啊我著爱较早安怎啊？我即马继续安尼就啊！你莫讲我后壁，你后壁莫讲我，你时代人你莫讲。其实若安尼，咱拢知影是毋对的代志。即马即个时代足混乱的，咱也袂当理解吼，咱就定定叫世间拖去。哦，世上的真侪物件，讲看起来拢差不多吼。其实即马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因为你目视，咱更加爱认真来了解上帝予咱的是啥物款的福气。上帝予咱的日子，咱要会当活出上帝呼召咱迄个阳光甲活出来。我相信，虽然你世上像耶稣，虽然面对十字架较艰苦，但是伊了解这是伊的使命，所以伊会当面对这个伊的十字架。保罗嘛同款，今仔日咱嘛是爱有这个信心来面对讲，主啊，有一日若离开的时阵，我会当欢欢喜喜来接入你所要赏赐，互我迄个阳光也好，迄个荣耀也好，迄个冠冕也好。你讲我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我想这样的日子，这是咱今仔日日子，咱做阵慢慢变老的时阵，咱就互相来勉励，咱互相来鼓励，吼，这是第二项，因为咱会慢慢更较要来进入迄个上帝的国度内底，咱来预备咱家己。第三点，咱年岁20岁的时阵，咱更较爱应用咱的生命来成做别人的祝福。我拄则讲，这个祝福毋但是你厝边头尾，会影响你的下一代。咱今仔日移民来到遮，咱当然咱有咱的思想，咱爱好。当然，咱是毋是更希望咱的下一代更加愈来愈好咧？所以牧师有当时定定甲我教会姊妹分享讲哦，即摆的妈妈一天敢毋送囡仔去学习这个技能，好啊无？讲好，真好。但是你有毋好忘记的。你若互伊全世界的所有的丰富，伊若失去生命的时阵，有一日你若去上帝遐时，你若看到你的囡仔讲，囡仔哪会无入上帝的国度内底？你即马时阵，你会后悔莫及。我毋是讲咱你细上甲囡仔带去学这学迄毋好，毋是。但是咱有重视囡仔迄个你主内底永活的生命无？迄影响有偌大？你若看迄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迄个各种的王，好的王甲歹的王，迄个所影响的迄个问题落来，毋是干迄一代尔咧。所以你要了解咱今仔日上帝予咱的即个，毋是干咱，还佫有咱厝边还佫囡仔，咱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成做咱子孙的祝福，甲即个永远的福一直一代一代传入。所以你的任务是真重大，毋是讲我囡仔我培养大汉了就无我的代志，伊即摆要安怎家己去注意，毋是。咱会当了解，即马无论偌济年岁，包括咱家己，难免受到世界无正确的思想，毋是上帝意思的影响，咱拢会啊，咱就会像咱囡仔袂，所以咱就互相勉励，互更较时间，咱读上帝话，咱互相来学习，咱互相来追求，咱互相来勉励，毋是讲为着咱，更较为着咱的后一代，咱为着咱的后一代。你圣经内底记载一样代志吼，一个人吼，叫做巴西来啦。你撒母耳记吼，当中17章啦，吼，17章当中记载这个人哦。这个人什么人咧？这个人当初啊，都大卫王迄当阵啊，去互伊的囝亚沙龙啊追杀，怎离开耶路撒冷城？离开迄个耶路撒冷城，开始去旷野逃难，去，因为迄边咧杀台，所以伊爱走啦。这个人80岁啊，照你讲，一般来讲，大家拢看好少年的，有气力、佫水、佫缘投，各方面拢大家拢活的。这个大卫就算讲是较弱的福，开始走嘛。无你若强，你若就走，伊继续走。但是这个人讲，毋对咧，这是上帝的人哦。虽然伊即马落魄，别人无要甲交代袂要紧，我要来甲交代。所以这个人，伊有伊的知识去判断上帝要做的代志，所以伊去交代着大卫。咱拢知影，尾啊大卫拍赢嘛，是吧？所以拍赢要转去的时阵，伊就特别纪念这个人，
伊讲哦，哎呀，你当初帮助我，伫我足困难的当中哦，我咧抗议的当中哦，你要送物件来互我，哦，啊，即马吼，我已经要倒转去做王啊，安尼，你对我转来，你转来到我皇宫内底，我甲你拥持，吼，啊，我甲你送终。即个人讲，大笔龙啊，毋免啦，这是上帝，互我会当了解要做的代志。我年岁遮尔大，我转去甲你啊吼，无毋对啦。宫个内底食了足好，毋过你我80岁啊，食搁较好嘛是安尼尔啦。吼，啊你宫个足趣味的，吼，无毋对，真好耍，但是搁较好耍，我着年岁到遮，当时上帝要较接转去，我嘛毋知，所以即个代志对我来讲吼，我感谢，但是我着无要甲你转去咯。吼，啊我送你过约旦河，吼，啊你转去，啊我甲你祝福。啊，这记载在撒母耳17章，啊，撒母耳应该是上，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个显一个，我唔知上啊下了对哈，你个显一个，反正有这个人，你查这个人，啊，这个人了，唔是干那祝福你遮尔，迄大地咧过身的时阵啊，交代所罗门啊，讲所罗门啊，伫我咧逃难、我咧逃难迄个时阵啊，有这个人啊，帮助我啊，这个人的子孙，你定定吼，爱甲伊带来吼，带来到来我皇宫，你爱甲款待，你知影你所做的？可能你当初无一定的，但是所应用的，你的子孙来祝福，超过你所思所想的。所以，你这个牧师今仔日遮啊，嘛少着鼓励我家己，也要鼓励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无论你是较少年，还是淡薄仔年岁，拢袂要紧。总是上帝予咱的年岁，就是要祝福咱。咱如何伫咱的年岁当中，会当欢欢喜喜来迎接咱本身所有的年岁。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年岁拢要加做咱的冠冕，啊，所以咱会当互相勉励，吼，啊，借着这个人巴西来，伊的智慧了解上帝意思，不但伊家己互上帝称赞写伫圣经内底，伊的子孙也会当看到讲来得到福气，吼，啊，所以说咱会当互相勉励人物，吼，啊，所以兄弟姊妹，你有欢喜，你渐渐变老无？哎哟，敢若无啥欢喜的款呢？恁有欢喜渐渐变老无啦？敢若无啥有啊？有啊无？有啊！大声喊出来，毋才发勇气。有啊无？有啊！为什么咱会当欢喜？哦，我愈来愈巧咧，我愈来愈有智慧咧。哦，我上帝我来愈近，哈利路亚！吼，我对上帝啊，哇，我搁到啊第三，哇，不但我得到福气，我的子孙啊吼，因为我吼嘛要得足侪福气。我呢，我那个无欢喜就足奇怪啊！你敢无啥满足的款啊？吼，感谢主啦！所以今仔牧师就这个吼，这个一句话，白头章是上帝予咱的荣光哦，唔好忘记哦，唔好看轻家己。上帝既然安尼讲，咱就甲接受，来甲感恩，讲主啊，这句话来鼓励我，我要愿意来回应你这句话。知影我虽然慢慢年老，但是我的身体可能无法永驻，不过我的智慧，我明白我的未来，我明白我要留的子孙的福气偌大的时阵，我相信你是真做一个真充满活力，然后啊充满这种，互人看到你就是最有阳光的一个人，阿妹吗？所以咱了解，咱来欢喜，咱的年岁愈来愈多，这是一种的福气啊，这是一种福气啊，而且呢，啊，你要常常庆祝哦，吼。啊，咱来渐渐年老，要经常出去庆祝啦，哈！无管你是甲你的牵手也好啦，哈，还有一点年纪，啊，出去庆祝，好不好？啊，莫讲我无好，我无的，莫，咱大家互相勉励，哈！出去行行也好啦，出去佚佗也好啦，去庆祝一下啊，哈利路亚！每一年，啊，咱知咱的任务，上帝拣选咱，啊，咱会当欢欢喜喜，行伫咱人生的每一个年岁的这个道路。啊，来荣光主、见证主，啊，互咱嘛是会当得到福气。你看这遮尔好诶代志，啊，无要去做，啊，咱无变讲诶，对毋对？吼，啊，咱做是压头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啊，总是每一个年岁，你总是用祝福来正做阮诶冠冕。当然，主，阮也明白，因为年岁渐渐大，啊，阮诶气力啊，确实愈来无像较早少年遐尼有气力。毋过主，你好，因为你互阮诶智慧。因为主，阮明白你所予阮的每一段时间，拢会当见证你的阳光，会当显明你伫阮身躯所做的遮尔水、遮尔好的代志，互阮周围的人知影。伊伫我嘛知影，我是有福气的人，我会当咧进入主你所预办
各项的福气，你永远的内底要享受法。所以我欢欢喜喜来面对我每一天的日子。更何况，主我了解，你予我的生命，不但我得到福气，也袂就将这个福气借落我一代传一代，直到你搁再来的日子。主，阮感谢你，真正是阮真有福气。领受主，你有阮每一年会当有这个活命，你世上继续来跟对主，来见证主，来享受主恁互阮生命的每一个日当中。求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是咱的教会，主啊，无看这个教会，我相信你真介意咱的教会。虽然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你会有淡薄仔，但是主我相信你，互伊会听，伊听你，因为这个关系，互咱的教会永远互咱看到讲，这是足水的教会。互咱会当在当中欢欢喜喜来过咱每一日的日子。主啊，阮仰望你，阮也感谢你，愿一切荣耀拢归于你，平安喜乐充满伫阮的当中。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